语言意识爱建立，语言意识爱建立。陈金泉，无代无志，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学生因后上课，常常寄出来拢无拍算的假期，拍乱了原本计划好势的行程甲工课，真侪家长嘛着搁开钱拜托安亲班，那阿公阿嬷咧照顾的，嘛自然着爱配合延长保育。大家拢变甲真无闲，阁足紧张。感觉上艰苦的，就是毋敢出门，规日关伫厝里。大人阁较好处理，会当利用时间整理挂平常时等甲规桌顶一切，顺续款房间。毋过对囡仔来讲，就实在真艰苦，袂当出门读册，关伫厝里。简单看册、耍佚佗物仔，毋若袂当撞，阁袂当跳，阁袂用伫大细声法，讲起来对囡仔实在是真无生理卫生的教育方式，总是非常时机，无安尼做，哪阵嘛是袂放心，袂使得。唯一会当感谢的，就是加出真侪教孙互动讲话机会。趁机会提悬因的台语能力，是淡薄仔通安慰家己的事。我为顶礼拜日下晡到呾，算来已经有3天的时间覕伫厝里，就当做家己自主管理。今仔日出门要去莆田调整身躯，伫大坪林捷运站要换宽纵线，拄着一个80外岁的阿伯。伫月台用华语问路，边仔的几个少年人无人插伊，大概是听无伊咧问啥的款。我徛伫边仔，头先拢无应伊，到尾挡袂牢，就出声用台湾话甲报路。即个老兄弟佮继续用华语问我，听着真袂爽快，就用无啥好的声哨甲讲：你是中国来的，听无我咧讲的台湾话是无？伊才意识到，紧用台湾话讲，借即个机会，我真客气甲伊讲，台湾话是咱的话，你若毋讲毋传，台湾话会死去，无人会晓讲，到时咱的子孙拢无法度甲咱讲话沟通，安尼毋着真吃力，安尼要安怎？伊听了讲实在有影，以后伊拢要讲台湾话啦。听了真正足欢喜。上车了后，一个带2个囡仔的查某人，可能听无阮的对话，煞真白目，提悬声音，用北话甲因囝讲话。大家拢点点无出声，伊煞愈讲愈大声，挡伊袂牢。我就用手势比，佮出声讲：这是台湾，毋是中国。请你较细声咧，就安尼，规个车内才变做较安静。这就是咱甲因无共的文化甲素质。咱客气小情，因鸭爸红声，咱绝对袂使互迄款无水准的北亚文化来污染咱这个美丽岛屿国家台湾，是心所愿。